歡迎大家嚟到玩物喪志嘅頻道啊！鍾意朋友可以俾 like 啦、share 啦，或者 subscribe 個頻道嘅。咁今日咧，因為細錶嘅潮流繼續興落去啦，咁我帶咗兩隻，即係而家真係已經確認係唔會叫做細嘅 AP 嘅 Royal Oak 啦。咁因為咧之前咧好多時玩開大錶咁。跌到落嚟38、39mm咧，就玩啲 Jumbo 啦，即係挨住40嗰啲啦。咁而家連 Jumbo 咧，啲人都覺得大啊。其實啲 trend 咧已經去到玩翻啲30啊、31、2嘅錶都叫做 OK 嘅。好多男仔都已經會戴30mm嘅手錶噶啦。其實而家戴翻轉頭就好似80年代咁。咁我今日咧介紹呢兩隻咧都係90至2000年代嘅兩隻 AP 啦。咁兩隻都係36mm。咁一隻咧就係15190 SP 啦，另外一隻叫14790 BA。咁我先講呢隻15190嘅 SP 先啦。咁呢一隻咧就係一隻嘅限量版啦，450隻。咁其實咧當其時咧呢隻錶咧係大概係02年嗰陣時咧就係出咗450隻，係一個 limited edition。咁係 for 一個高爾夫球手啦 Nick Faldo 啦。咁其實呢隻錶咧獨特之處咧咁除咗其實個意義咧，當其時嘅 AP 咧，即係90年代咧，其實90、2000年代都好啦，都仲未係用自家機芯嘅，就用緊JLC 機芯，即係改 JLC 889就叫做2125啦，喺 AP 嗰度或者2225啦。咁而家就冇呢啲機芯噶啦。咁叫做咧，當其時咧呢一種機芯咧，亦都係廣泛使用嘅，因為佢非常之薄啦。咁呢一隻特別版咧，其實最特別之處咧，我相信就係個物料啦。咁因為佢其實係鋼加呢個咁，大家見到啦，我頭先轉嚟轉去咁靚嘅一個 bezel 咧，其實呢個係一個 platinum 嘅 bezel 嚟嘅。咁喺型號裏邊咧 ，SP 咧 S 係 stand for stainless steel 啦，P 就係 stand for platinum。咁始終咧，雖然佢係當其時一隻叫做 casual 少少運動錶，咁我相信廠其實個定位咧都想俾一個好 premium 嘅定位佢，所以就好少配搭到一個 platinum 嘅 bezel 俾呢隻錶嘅。咁同埋亦都特別啲啦，因為容易啲去睇時間咧，亦都係少有地係用我哋譬如勞力士呢啲叫做操兵字啦即係數目字啦，即係1、2、3、4、5、6呢啲啦，咁係比較少有嘅。咁配翻一個黑色嘅格仔面啦。咁其實呢啲錶咧，其實而家坊間咧全部都有都收埋好多噶啦，即係已經唔同早5、6年前嘅境況。如果早5、6年前呢啲錶當然係平啦，但係升咗上嚟就好難跌翻落去，因為而家個細錶嘅 trend 咧仍然係大熱嘅。咁所以咧即係呢啲錶其實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咩定價到咧，即係出邊買咩價錢咧？我哋鋪頭咧，我哋就賣緊20萬左右啦，20萬零幾啦，差唔多21有找嘅呢隻錶。咁其實出邊咧，如果你大家上去 Con 度睇咧，都嗌得都好冇譜㗎，有啲都嗌到好貴都有嘅。咁當然啦，亦都係要睇有冇出世紙啊，係咪單錶啊咁樣啦。咁有出世紙嗰啲係可以去到好天價嘅。咁戴上手咧，可以俾大家睇下。以前啲帶咧都簡單啲啦，就咁擘開咧就可以戴到噶啦。咁36mm啦，真係其實咧，如果接受 Day Just 嘅朋友咧，佢係會略為比一隻36嘅 Day Just 係會再大多少少嘅。咁個底係透底啦，有呢個高爾夫球手嗰個嘅簽名喺度啦。咁一個睇到師傅嘅一個機芯啦。咁另外咧，我介紹一隻咧就早期啲啦，就唔係2000年代啦。呢一隻咧就係大概我諗係92至到2000啦。做咗7、8年啦。咁呢隻就係14790 BA 啦。咁逢係 BA 咧都係 stand for 黃金噶啦。咁亦都係差唔多噶，都係用嗰類機芯啦，都係佢叫2125啦，即係 AP 嘅2125其實就係 JLC 改出嚟嘅。咁其實咧呢一種金 AP 咧，其實因為佢係一體成型，成隻錶又闊啦，重量感如果你係俾一隻
36mm 嘅 Day 咧，佢含金量係特別多嘅。咁當其時咧，嗱呢啲錶除咗有做今日我呢就係好特別嘅，因為金面有格仔面，金面有鑽石 index 啦。咁其實有普通嘅奶白色面啦，有藍面啦，有灰面啦，冇鑽石居多嘅。咁反而我覺得有鑽石咧係稀有啲嘅，大家都可以 search 下嘅，即係上網去睇一睇。亦都而家今時今日咧，一來金價又咁貴咧，始終買呢啲錶有個 supporting 就係金價浪咗底先咧，咁變咗佢個價錢就會再高一橛啦。咁其實而家已經去到30中尾啊，有甚至乎40幾都有人嗌㗎啦。咁冇辦法啦，因為咧其實當代即係嗰陣時嗰個年代啦，佢一個 PP 嘅3800咧，其實而家咧大家有留意翻拍賣咧，都去到一個好誇張價錢。如果一隻金嘅3800，我講緊大概已經出邊坊間嗌到70尾80㗎啦。咁冇辦法啦，因為佢如果你再追溯翻3700咧，又貴多一倍。咁變咗咧，而家個 trend 啲人接受翻呢啲細錶咧，亦都係全部水漲船高升翻上嚟。咁一樣啦，嗰啲年代都係跟呢一種呢一種扣嘅帶啦。上手睇下，亦都係非常靚仔嘅呢隻錶。36mm 其實就係而家最流行嘅 size 啦。即係我都覺得始終錶嘅嘢咧，trend 嘅嘢好難講嘅。你今日興細即係而家變翻90年代，你睇佢咧就興呢啲 size 咯。咁可能過翻10零年啦，就變翻等於2000年代中咧又興翻大少少，都唔出奇啊。咁不過就冇人知啦。咁但係今日咧，我就分享兩隻非常靚仔、非常而家最炙手可熱嘅兩個 size 嘅 AP 啦。一隻咧就係15190，一隻就係14790 BA。希望大家鍾意啦，多謝各位收睇。